那个小女孩和你长得还真像，那眼睛那鼻子，简直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。跟少爷说再见，拜拜。怎么样？这回你高兴了吧？啊，买的都是你爱吃的东西。这回你一定要做好生意。什么叫这回就做好吃？以前做的不好吃啊？不是不好吃，简直是太难吃了。啊？嘿，我以前那么认真给你做饭，愣告诉我不好吃，太伤我心了吧你？啊？那就当我说假话呗。当你说假话？行。哎天哪！他那是少宇帅哥。真的哎，喊他。帅哥，少宇帅哥。帅哥。干嘛呢你？啊？你干嘛？带着孩子买菜啊？你天天让人家一脸加班，带孩子重任可不就落我头上了吗？我给你机会做个好男人。好什么男人？哎，我说你啊，工作别老那么忙，行不行啊？你一忙吧，手下人跟你一块忙，神经都绷得紧紧的。找个机会呗，给自己啊，给大伙放个假啊。我也想，公司手头的案子太多了。行。帅哥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让你再去玩拼图啊？你想去的话，随时都可以。改天再去吧。行，那我这公司还有事，先回去。好嘞，来了啊。跟少爷说再见，拜拜。再见。拜拜。行了，别再见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谭总，有一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。说吧。刚才那个小女孩和你长得还真像，那眼睛那鼻子，简直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。是吧？不过，谭总，我也只是瞎说而已。谭总，您回来了。您要的资料我都整理完了。答应这天就回去吧。好。还有，我刚刚见到天乐跟小易俩。是吗？你们三个在一起生活很幸福是吧？您觉得是就是呗。那我打印去了。
这吃的我一会儿都收好了。哎，对了，待会儿你找那塑料袋啊，把这个游泳衣给它收好了，永远有湿的啊。要不然咱们改天再去。为什么改天去啊？我看今天外面好像挺热的。不嘛，我就要今天去。对，今天去也好，天热好啊，水温刚合适，不冷啊。好吧。弄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好了就把这装起来，走了。走。来，咱到门口等着去，走。玩的差不多了吧？都疯一天了，该回家了啊。不嘛，我要在这里拍照。跟这个拍照啊？去吧。你也来。我也来呀，一起吧。来啊！看镜头啊。来，1、2、3，再来一个啊！1、2、3，好了。好不好看啊？挺好看的，来看看，行吗？可以啊。我接个电话啊。哎。喂。好，待会儿见。天乐，公司临时有点事儿，我回去一趟，你带着依恋回家吧。公司有事儿？不是说好了今天带他玩吗？要不别去了，我给少宇打一电话。别，是我之前请假，所以文案出了点事情，跟他没有关系。啊？依恋，要听天乐的话，不许乱跑，不许吃路边摊，知道了吗？一起吃海鲜。好的，真乖。那我先走了啊。行，路上慢点啊。得，就剩咱俩了，上不上啊？我们去那边拍照吧。啊。我还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联合我来对付谭少宇？你可是在他的公司工作，你就不怕被发现，把你炒鱿鱼了吗？我自有我的理由，我不会联合谭少宇给你下套的。这里面是货真价实的有关于新华公司的设计图纸，我想你也希望能够看到你们公司的水晶大厦在这边建起来吧。我还是不能拿这个东西，除非你告诉我你真正的动机。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我也可以告诉你。在很多年以前，我跟谭少宇有一些私人恩怨。我恨他，所以我想亲眼看到他的毁灭。这个理由够充分了吧？不过你放心，我所做的一切都只针对谭少宇，不会害你们林家的。这么说，你嫁到我们家也是为了对付谭少宇是吧？我只是想借你们的力量来报我的仇，这样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坐享其成，拿到这一笔生意，何乐不为呢？我想，你也不会深究的吧？他真这么说的是吧？好，我会尽快兑现我的承诺。哎，天乐，在哪儿啊？啊，没事，那你别带玩吧。
我本来想你没事的话，约着见个面，随便聊聊。好，改天约。天乐，咱去哪玩啊？去哪儿玩啊？你定，公园、商场、大象馆，还是咱去玩具店？都太没创意了，不好玩。天乐，咱看看别的吧。哎呦，那去哪儿啊？你妈没有告诉过你，不准在公共场合直视漂亮的女孩子吗？这样不礼貌的。你个没大没小的，来坐那儿。我问你个事儿啊，要是以后我让你改口管我叫姐夫，你觉得习惯吗？我还是叫你天乐吧。天乐，我想吃甜筒，你跟我去买。吃甜筒啊？哎呦，这附近好像还真没有卖的。那走吧，你想吃我带你去。走。你帮我去买，我走累了。行，你个懒丫头，那我去给你买一个，等我啊。别乱跑啊。快去快回。好，我马上回来啊。